二、教师工作压力的来源。蔡先口1985将教师工作压力的来源归纳如下：一、专业智能不足。根据研究，服务年资较深的教师比资浅的教师成熟、有经验，专业知能较丰富，因此对压力的容忍度较高。但随着教育改革9年一贯课程的推动，电脑、网际网路、统整课程设计等新兴课程与教学之专业需求，反而是资深的教师比资浅的教师有更大的冲击与压力。二、工作负荷太大。国民小学教师工作负荷量大，包括工作量及班级人数太多。除了教学工作之外，教师尚需照顾学生之学校生活与安全，必须分担学校行政工作。班级学生数众多，工作量增加，工作负荷自然加重。三、时间管理困难。国民小学教师除担任教学工作外，必须兼办行政工作，每天均有不同的繁杂琐碎事务，同一时间内多项事务重叠的现象颇多，而经常因为时间不够而产生紧张、焦虑或暴躁的情绪，反而使事情更无法顺利完成，导致工作压力累积。四、教育政策变革迅速。当前的教育改革9年一贯课程与教学创新、学校本位课程设计等教改政策，使原本平静的教育环境中激起了相当大的波涛，令大多数基层教师不知所措，普遍感到焦虑。五、自我期许压力过高。国小老师大多数是非常优秀的，甚至有部分从小的志愿就是担任教师工作，对教师工作有很高的期许与梦想的自我实现动机。由于这个动机也会对教师产生压力。五、如何提升小学教师的挫折容忍力？黄义良2001提出9年一贯课程下的教师工作压力与调试策略。一、营造温馨的教学环境。学校应本人文精神，尊重教师，多办理联谊活动、自强活动，使教师们彼此多接触、多了解，化解不必要之摩擦，疏解人际压力，建立良好的同仁情谊，彼此分享时间管理心得，降低教学时间压力，以增进对学校向心力与认同感。
2. 鼓励教师专业成长。当前国民小学教师感受的工作压力以专业职能压力和适应变革压力两者最高。当前国小教师普遍对增进专业职能有着极高的需求。学校基于推动9年一贯课程与教学创新的教育政策，又为满足教师增进专业职能需求，应妥善规划学校本位进修，善用周3下午时段及寒暑假时间，考量学校状况与发展愿景，规划进修研习内容，并可结合附近学校，成立学校联盟，资源共享，分享多元进修机会。3. 实施教学辅导教师制度。根据研究指出，学校任教年资5年以下的教师在时间压力较高。新任教师因教学经验较少，空有热诚精力，但较不能把握要领，往往是整日忙碌，事倍功半。学校应仿照台北市实施教学辅导教师方案，辅导处任教。初任教师这边开始了。辅导初任教师、新进教师、教学有困难的老师，聘请校内优秀教师经验传承、观念启迪，分享规划实践与管理方法，协助新任教师解决其遭遇之困难，了解学校目标，及早适应学校教学工作。4. 建立导师科任教师职务轮调机制。学校职务能依教师意愿安排即任导师与专任科任教师，可以建立轮调机制，让教师都有机会担任导师和专任教师的职务，彼此角色互换，增进了解，有助于相互体谅，减少彼此工作压力。5. 增进教师生活疏解压力策略。黄义良2011。选择适性休闲活动。当前国小教师整体工作压力大，建议教师多参加登山、旅行、打球、
译文、运动等休闲活动，并培养休闲兴趣，有效疏解繁忙的教学工作压力，以保持身心健康，继续从事教育工作。2. 增强专业知能。教师们将进修研究的视野扩大，如校内办理的教学研讨会、进修活动、读书会、教师成长团体等，把握任何学习的机会，处处可进修，时时能进修充实自己，提升专业知能。3. 主动参与行政工作。根据教育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师比较未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师有较高的组织承诺。因此，即任导师、专任科任教师除致力于教学工作外，也应把握参与行政工作机会，一方面可以了解学校行政运作情形，另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拓展学习经验，借由参与行政工作机会，提高对学校的向心力、认同感与成就感。4. 做好教师生涯规划。国小教师自我期许压力普遍偏高，学校应协助其了解目前服务之教育环境，参加学校行政单位或教育学术机构的生涯进入辅导，透过进修、研习、读书会等追求自我成长与自我实现。5. 提升优良生活品质。1. 提醒教师应有适当的睡眠，每天最好有8小时的睡觉时间，少熬夜也尽量不要选择刺激性的饮料和食物。2. 遇到挫折宜做深呼吸。当压力来临时，人的呼吸会因紧张而增加频率，但事实上呼吸量却反而减少了。因此深呼吸可以增加身体的氧气，是最基本的纾解压力的方法。3. 学习放松肌肉的方法。当过度紧张时，会导致肌肉紧绷。学会让自己放松的方法，如肌肉紧绷更紧绷，放松再放松，达到纾解紧张的目的。4. 每天安排30分钟的休闲活动，例如做操、慢跑、打球、听音乐，达到身心舒畅、纾解压力的目的。